睇唔睇到我同你嘅分別？雖然聽唔清，但睇得更遠，睇得更清。雖然睇得唔清楚，但力度更集中、更 powerful。雖然聽唔清，但更專心、更集中。雖然聽唔清楚，但更聽更明澈、更靈活。我可以堅持到今日，因為我深信我哋可以。我哋唔怕輸，更加唔會放棄。中國香港聾人體育總會一直做我哋嘅後盾，提供咗好多機會俾我哋。喺嚟緊嘅11月，我哋將會代表中國香港到世界出戰。我哋已經準備好啦。